咁以我哋診所為例啦，咁我哋日常基本嘅一啲工作就係包括你返到去診所，你就要準備好晒，即係你當日要用嘅一啲用具啦，包括係即係你要 ready 即係電腦啊各方面啊各樣嘅儀器啦，仲有就係即係配藥需要嘅一啲嘅用具啦。工作內容包括咧預約啦，病人嚟到我哋幫佢登記掛號啦，咁同埋就係安排。即係醫師可能需要幫佢哋診症嘅時候，我哋都要去候診嗰個流程，我哋都需要協助醫師啦。咁醫師診症完之後，如果有需要去配藥嘅，咁我哋就需要去配藥啦，同埋去發藥俾病人，同埋收款等等啦。咁如果係病人係嚟做針灸治療啊，或者一啲骨傷推拿嘅，咁有機會我哋都需要咧協助醫師可能去即係安排下啲病人入去診症啦，同埋即係如果醫師有需要一啲用具，我哋都需要去協助去遞俾醫師啊咁樣嘅，係啦。一般基本上嘅流程就係咁樣咯。喺我哋而家即係香港嘅一般嘅診所咧，其實係比較難去做到嘅，因為所需要嘅用具啊、工藝啊，都係比較複雜啲，好難你就咁去炮製一啲飲片一啲中藥材。咁但係煎藥、煲藥呢啲咧就相對嚟講就可以多啲嘅，因為我哋而家都係以我哋診所為例啦，我哋都有代客煎藥嘅，咁我哋都係用傳統嗰啲嘅瓦煲啦，咁樣去煎藥啦，咁然後就即係煲好之後咧，就入落一啲嘅好似真空袋嗰種嘅包裝，咁就俾啲病人拎翻屋企自己去坐翻熱去飲咁樣咯。至於你話炮製嗰啲咧，以我所知啦，咁其實就非常少噶啦。呢啲通常都係交翻俾供應商嗰邊，佢哋已經製好晒，咁就送過嚟，我哋只需要就做配發咁樣嘅啫。唔同嘅診所或者機構，佢哋嗰個嘅返工時間都有啲唔同嘅，咁但係以我哋私人診所為例啦，咁我哋咧就一般就係返上晝10點到夜晚8點咁樣嘅，基本上一日返10個鐘就係基本嚟嘅，即係都走唔甩㗎啦。的確個時間係好長嘅，對於一啲媽媽嚟講，可能佢哋即係有需要去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多數咧就會揀做 part time， 即係可能佢哋選擇翻星期6日咁樣嘅，都係翻全日嘅，即係10點到8點，但係就翻星期6或者星期日咁樣咯。咁1至5可能佢哋就即係做翻平時即係家庭主婦咁樣嘅。其他有啲機構啦，佢哋就分3間嘅，可能佢哋開8點到夜晚8點嘅，咁就4個鐘一間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係可以商量嘅，即係如果有啲嘅想入職嘅同事，佢哋都好想即係去加入，但係佢哋的確有呢一個嘅限制喺度。咁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可以提供到呢一個嘅機會俾佢，咁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互相之間有一個配合咁樣咯。